夏春秋今晚11號傳出離世嘅消息，享年93歲，原名係吳錦泉，昵稱就東叔、財神、六合彩之父。佢嘅女吳君如馬上喺社交平台悲痛宣布父親離世嘅消息，寫道：我最愛嘅老豆走咗啦，並附上一張父親年輕時嘅舊照片悼念。東叔雖其實近嚟都甚少現身喺公開嘅場合，連吳君如嘅社交平台都好少見佢出現。上次已經係數到2022年嘅中秋節，當時東叔與吳君如躺喺梳化上邊聊天，東叔睇到雖然有點淚，但係面色依然係好紅潤，說話亦係好清晰。之後東叔就先有出現啦。東叔與東嬸兩個相愛已經超過半個世紀，但原來2年前，即係2023年，吳君如為咗東嬸舉行咗91歲嘅壽宴，當時應邀約有70位親朋戚友出席。女兒吳君如、佢個仔吳君祥、女婿陳可辛、孫女陳氏之等人都有出席，唯獨是東叔未有現身，但係當時未有詳細講明東叔係咩原因而缺席。夏春秋喺香港出世，1953年參加演過電影，當時身兼好多個職務，又做過洋行嘅職員，亦有參演過話劇、播音等工作。夏春秋喺1957年就投入麗的電視影音，繼續擔任播音員。夏春秋一度淡出娛樂圈，轉行做酒樓啊、酒店啊、夜總會啊、辦公室等文職，至到1969年就正式再復出，效力麗的電視同埋亞洲電視30年。夏春秋除咗綜藝同埋婦女節目外，亦有拍攝過《秦始皇》、《摩登72家房客》、《鱷魚淚》、《新包青天》、《肥媽正傳》等膾炙人口嘅劇集。近年亦有參演過電影拍攝，演出有包括《八星報喜》、《八星酒店》、《六福喜事》、《家有喜事2009》等，其演出令人津津樂道。不過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，莫過於佢喺1976年到1993年期間就主持咗六合彩直播攪珠，其獨特嘅主持方式成為咗主持界嘅經典，唔少人都叫佢做財神，更被封為六合彩之父。馬會喺2005年六合彩30週年同埋2006年六合彩40週年都有邀請過東叔擔任嘉賓嘅主持。以前為咗揾食冇嘢拍，佢就做其他嘢。雖然但係東叔每逢假日，佢都會帶3個仔女出去玩，從小到大關